最近，真侪国家拢受到寒流甲暴风雪影响。中国的首都北京是拍破70年来寒冷天气的纪录，气温是达到历史的新低。而且，所来若是寒流过了后，为北到南的气温就会慢慢回升。冷空气自北极向南平线，自顶礼拜以来，中国北部、东北部出现破纪录的寒冬。东北部部分地区气温降到摄氏零下40度。北京首都也拍破自1951年以来12月份出现0度以下破纪录连续低温。北京日报报道，北京有一个气象观测站，自10月到即马已经记录到连续9天温度比摄氏零下10度更较低，时间超过300点真久。河南省有几个城市即马暖气供应正严，其中赵州市主要热供应商万丰乳业的电炉突然间故障，造成一寡地区停止供应暖气。当局并无讲有几个电炉歹去，即马正伫咧抢修，按算26会好。即马对便宜安养机构优先供应暖气，大部分的企业暂停。不过伫这段期间，也是有一寡主体社区受影响。另外，濮阳甲平顶山也针对党政机关甲事业单位部分停止供应暖气，强调优先保障民众的权益。中国气象局讲，24下昼2点，中国中部甲东部真侪所在温度有回升，有一寡所在温度上升超过10度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